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全國建議萬眾一心，投入國家最高水平嘅綜合體育競賽。香港電台早喺賽事開始之前就已經為15運會積極籌備。無論係好天曬落雨淋，我哋都會繼續咁樣去進行一個無間斷嘅直播。我哋喺錄影廠舉行隆重嘅15運會啟動禮，為一系列精彩放送揭開序幕。歡迎收睇港台電視32嘅15運會直擊。我哋嘅直播室利用嶄新嘅廣播設備同技術，配合一班專業評述同資料搜集，第一時間為你送上15運會嘅精彩賽事。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大家透過我哋港台電視支持我哋嘅運動員。運動員咧有壓力先有動力噶嘛，咁我希望佢哋喺主場入邊咧，梗係可以攞到獎牌俾大家。我唔可以輸，因為係成隊人嘅努力。我嘅特別身份咧就係一個特派記者嚟嘅，我就會去比賽場地嗰度咧直擊賽事啦，同現場嘅運動員打氣之餘咧，都會訪問佢哋。我哋搏嘅都係一個機會，可以將香港嘅手球打到一個歷史性最好嘅一個成績。港台電視31 15運會速遞，配合智慧廣播技術，運用延展實景及擴增實景，為觀眾帶嚟耳目一新嘅賽事重溫。觀眾亦都好需要一啲特別嘅視覺上嘅衝擊啦，用咗好多高科技啦，咁啊帶俾觀眾呢一個非常之嶄新嘅一個體驗啊！港台電視36公用全運，提供口述影像及手語傳譯賽事精華，照顧不同人士嘅需要。全城見證，全運一拼。15運會期間，黐實港台電視，一齊睇，一齊支持香港運動員。